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1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中华有15万粒鸡卵验出农药芬普尼，小署下令全部落市，不过却有4万粒要是销去台中，检方已经当地调查，咱卫福部嘛要求台中市府都要查好清楚。 位于台中市五车区的两中两行假日无做生意，有民众早起摕规段箱的卵要来退货，可是无开门。我是讲快退的话啦，本来伊若歹，我退我300块尔，我就将我打一产的就好了，我有咧种菜啊。 彰化县鼻头乡门仔跳步场的鸡卵，昨日测试被验出芬普尼了后，过两天鸡卵移动管制，也要全面回收，袂使卖。可是伫车到甲鸡卵卖互两中两行，到底是倒一个所在出问题？军检方已经介入调查。本署也会一并了解这个过程，厘清是否有相关的责任。 根据是苗署掌握，两中两行车到向门仔跳步场卖200拿，大约是4万粒的鸡卵，总干来回收38拿，其他是3万2000外粒的鸡卵，已经卖互散客加小型的餐饮店加早餐店。彰化县卫生局长叶元标讲，卫福部伫初10宣布，门仔跳步场的卵全面有方式回收。台中市府迄讲到两中两行应该爱回收这个门仔跳步场的卵，临时抽验，嘛应该爱调查是不是违反食安法。 全部文雅畜牧场的蛋都应该要下架。照理说，每一个下游都会接到这个讯息，你就应该全部下架了，不应该在11月10号之后，你还会有上架的蛋，然后还要等待卫生单位来给你做稽查、做抽验，不应该是这样子。 叶元标讲，车牌下晡确实有通知门仔跳步场会使解除移动管制，也毋过伊讲，毋是讲解除这个移动管制就使来卖。也来卫福部长赵崇良是讲，已经要求台中市卫生局查明原因，以及也请台中市卫生局进行查明。那么为什么在已经宣布呢？这个全部下架，或者是新的这个有问题的？ 农场出来的蛋都不准上架的情况之下，还会有这个情况发生，那么来厘清责任。卫福部长赵崇良也讲，所来扩大查验，来确保相关状况未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屏东有旅游团15去一间海产店食饭了后，买卖时阵，煞有人开始吐，身体无爽快，落尾手当中有9个人送病院，怀疑可能是去食到刺龟。 咱那卫生局嘛已经去这间餐厅采检，看敢是食物中毒。卫生局人员透早进门采检，屏东垦丁传出好亲像食物中毒的事件。台南一个180人的公司旅游团15中途到垦丁一间海鲜餐厅食饭了后，尾马到大个饭店的时阵，煞开始有人并把甲身体无舒适紧闭送去。另采集环境检体6件及10余检体1件送验。 后续将依检验及疫调结果，重判是否确属食品中毒案件，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处办。身体无舒适有9个人，其中包含一个12岁囡仔，经过治疗了后，无带伊就回去饭店休困。因为代志发生的时阵也未食暗顿，有人怀疑问题出伫中大餐厅，因为有一个菜是凉拌刺龟皮。 因为它那是无毒的河豚，它不是日本吃的那种有毒的河豚，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生物，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等他来跟我讲，才会跟他才了解，因为他也没跟我说。业者表示，目前一步接到旅行团反映，卫生局表示会调餐厅食材来源制作过程，佮采集相关检体化验，后续会调查清楚是不是食物中毒案件。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花莲外台安溪帮山湖，目前已经解除红色警戒，不过也是要继续监测。咱那另外一个新的帮山湖，预测的水量有甲15万立方米，嘛不离，但是放气最贵的跌落来，这水尾的水位可能会中悬9公分。水利署按算伫咧1礼拜内，甲临时的报花贴好悬，预防大水搁溢出来。 透过空气监测，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湖，16世纪上新的跳水量是33万立方公尺，虽然维持常态警戒，也毋过袂当疏忽的是，旧的一路口倒换，也阁有大约1亿立方公尺的土沙堆积伫坡面。未来万一发生大水雨，还是地动，可能会造成遍布决东，搁一摆塌伫河道。它如果再下到那个极端的降雨情况，有可能也会形成新的淹塞湖，或者是有可能会直接就是土沙会往下移，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毋那具防酸湖暗藏风险，13新形成的防酸湖沙监测的跳水量是15万立方公尺，依照极端情形假设防酸湖沙，若伫1点钟防寒会产生每秒80立方公尺的大水流量，可能会互水尾大满爆旱河大断面，也就是明日春水位压悬9公分。水利署有计要伫1礼拜内将临时爆旱提升到约5公尺。除了官方单位动员防疫游，当地复原工作也继续咧进行。今日在面的港园通往明利村的道路已经清出一条路，予当地区会当通行。也毋过暂时无开放一般民众通行，已经伫16抽通。为着鼓励大家在后积极复原，当地也挂上红布条啊，写着“明利村加油”。道路是差不多了，初步的审查它的程度之后，我们才可以整理那个受灾户的家园。并在后复原的也有枫林、长桥里。当地真侪居民咧徛街，涂骹又沿弄怪怪的寸步难行，还靠国军斗相共将落果梅清出外。有居民摕黑菇喷雾术，身体无爽快，又往爱设法整理工园。担心家里面了。煮饭的地方在这一带，在这一带哈。走了，我差一点都昏倒了，因为本身就是自己也是家境很好的嘛。就看到这个情景。方面领导表示，针对灾民所需要食的物件，公所会指引便当，收容所也会继续开设，让居民会当安置。居民只希望疫流事件唔通够发生，才袂互复原的工作去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为今仔日开始，会有一波较强的东北季风到位。今仔日的上低温伫咧新竹的关西，干那16度。咱来看温度。今仔日甲明仔载，东北季风路南会带来水汽，基隆北海花、宜兰甲大台北山区会落雨，预估会落到拜三。另外，气象署发布陆上的透风特报，台中、彰化、云林甲偏湖是柑仔色的灯号，有的所在平均会透9级或者是11级的强阵风。也若其他的县市风貌6级至8级，民众都要注意安全。今仔日东北季风到位，各地拢会较寒。这波冷空气内温度可能会降到15度至16度，提醒乡亲都要加套衫。17摆开始，一波较强的东北季风到位，天气会由北向南明显转凉。过往的话，低温的部分都会去大概在20度上下。那这一波的话，低温的部分像台北来到16度，所以这一波确实是跟过往相比是比较偏强的。不过目前来看，冷空气的强度跟过去来比有稍微比较削弱的趋势，所以大致上就是以东北季风的等级为主。气象署说明，北边的冷空压路南带来较强的东北季风，所以为17开始，北部、东半部气温会先下降。17、18也就是拜一、拜二这2日，因为水汽较济，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甲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温度非常的有限。其他所在早暗夜凉，一直爱到2日，东北季风小可减弱，气温才会回转来。未来几日各地拢要注意温度下降，低温下探15、16度。较空旷所在无排除会更较低。周2、周3一整天，甚至到周4的话，天气清晨天气都是比较偏冷。预计在台南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在这段时间会降到15、16度左右。那其他地区也大概在17到19度。那到周5跟周6的话，气温才会慢慢的逐渐回升。冷空气一路向南行，各地会豆豆转凉。有气象专家指出，这波是进入秋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提醒民众爱穿小早暗爱注意温差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接下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今年中央扩大租金补贴300亿，到10月底申请已经有超过100万户。中央讲，为明年开始，若是属于违章建筑的，准备个补贴。来看联合报，受到少子化的影响，教育部公告上新115年大学招生的名额，有几啊间大学的音乐系减差不多10个名额。来看中国时报，军方讲，咱甲美国买108台 M1A2T 的战车，上尾一批28台，明年第1季就会送来到台湾。继续，咱要来看，进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表讲，台湾若出代志会牵连日本的生死。中国是气甲掉卡顿地，若去钓鱼台海蟹遐射来射去，佮讲为17开始，连续3天要伫咧围海做实弹射击，
黄志伟讲，这是咧甲日本放掉。国防部公布，15几天查到30架出强机，8架强南加公务船前了台湾，伊佫呈现4面款待态势。因为强军佫做一片联合战备警巡，当时侪只中国渔船挖军咱西北海域，海巡人员出动顺后，却是只到一只中国籍渔船伫台北港外海失火救助，并且人道精神，先伫南关湾现场来拍火救援，协助15名中国籍船员来撤离。中国籍渔船闽东屿61227失火求援。当时海象恶劣，风力6至7，阵风9级，浪高约3米。新竹舰能立即赶赴现场，并以消防水柱实施灭火。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台湾有代志，表示态度的言论，和中日关系紧张情势正悬。中国海警16日派出蓝天编队伫中西台海峡巡航，并且公告17到19，要伫沿海部分海峡进行实弹的射击，被认为是击向日本的意味真高。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呼吁公民最近避免去日本。学者认为，中国甲日本线来会较冷起来，甚至是冷淡期，那台湾也应该小心来应用。中国呢正以复合外交，就是外交抗议、经贸、旅游、干港、军事事情与舆论战多轨并行，来对日本进行施压。台海议题正是矛盾核心。那台湾的最佳策略就是谨慎参与，避免被操弄。总统府讲，台日两国紧密友好，咱国密切关注中方行为，并且会甲日本在内的区域各国来合作，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作战的环境咧改变，现代战术甲战法嘛咧更新，所以以后战斗基本教练报告书嘛会来改版，会改做是较好记、较好念，而且嘛较简单，来符合实战的需求。特别注意，抬头观察，由左及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互 YouTuber 当作影片组队，看到一男伫新兵训练时期，必须爱学甲背大兵战斗基本教练报告书，也那只沿用几10年的大战口令，国军规划明年的大幅度来改版。单战的部分，这个口令吗？不好意思，我真的忘记了。走距离，真的忘记了。我觉得超远背那些口令真的蛮复杂的。10几年前的东西都没改的话，如果现在可以。国防部那边可以再换的话，感觉会更好，可以让记得更久一点，当然是有好处的。实际上，问这边国民众，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袂记复杂的大战内容。像国军大战，大体上分做攻击准备、炮击毒气、遭到警戒兵射击、遭到小部队射击、血清战斗、清扫战场这6篇章。最近也加入战伤救护。军事专家说明，大战是协助新兵理解状况、应对处理方式，经由这个考古甲一直操练形成记忆。不过，随作战环境改变，现代战时战法更新，大战也必须对时代改变。其实美军有类似的这些准则，只是更为简洁，不会像国军一样会把情境导入，所以变得比较难记忆。战场的新出现的一个样态，都会在融入这个战斗的基本口令之中。专家讲，国军近年来受美军影响，更加注重互通性、沟通性，希望改变了后的大战以底句也佫清楚为主，嘛要互越南理解意义，避免一直死背。对此，陆军司令部讲，大战后续会以好记好念、节度载为主，以简单重要口令修订来符合作战实际需求。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人工智慧是真发展，也那中国嘛发展出真侪相关的软体。根据咱国安局的调查，有真侪中国制造的 AI 软体拢有治安的风险，而且立场嘛拢无客观等等的问题，所以建议民众唔通使用，避免个人的资料就因为安尼流出去。手机点一个问题答案随出现，相式 AI 语言模型最近几年真是行。中国在 AI 软体同款真发展，不过最近国安局统合刑事局等单位抽检5款中制软体，包括特实、投保、本身意见、统计成本加电信环保，针对应用程式、相式内容2大部分检验，结果拢无合格，建议民众唔通使用。会抓取资料会上传，回去他们的主机伺服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对，这个变成说各自有泄露的风险。我们会建议说，第一个同仁那个民众不要去做一个下载，第二部分对于下载部分其实是可以做移除的。
应用着小部分采用司法部发布的检测软体有15项评鉴指标，结果发现5项定数拢有要求为离子信，素质再度强迫同意无合理允许条款，加素质设备参数等问题。统计成本检出11项违规，投保电信元宝10项违规，分析语言加 DeepSeek 各有9项加8项违规。怕这种来路不明的软体。对，很容易造成自己的个资外泄。已经知道它有问题的话，通常就不会再去用，就尽量不要在手机上留个资吧。另外，在生成内容上是出现严重偏私的资讯，包括政治立场、涉及两岸、南海、国际争端等议题，拢是采用中共官方立场，也有历史认知偏差，包括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中国领土，袂当分割一部分等字样。甚至生成内容调工排除特定关键字，像民主人权、律师天安门事件等。那如果你给他分析的资料是可能有机密性的，或是里面可能有掺杂一些自己的一些财务资料啊、个人资料等等，事实上都会有一些问题。治安专家建议有疑虑的 App 首先是卖使用，也尽量减少开款限。司法部建议民众爱谨慎选用 App 来源，防止个资遭到不当利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AI 聊天。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菲律宾爆出大规模反假钱的示威，差不多有65万的民众去到首都马尼拉抗议。因为有关2800亿预防造大水的工程，有真侪品质拢真歹，有的也无起好，有的甚至根本就无起，所以要求政府都要彻底调查，追究责任。示威者举的牌仔顶头写着“甲百姓的钱还贷，甲贪污的人关起来，就要成透明，才有真正的民主”。伫咧影响力正大的基督长教会带头，示威民众伫咧首都马尼拉集合，丽莎公园现场来差不多60万人，另外包括退休将领在内差不多2000人，伫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有另外一场反贪腐示威。民众抗议的是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伫8月公布政府内部防洪工程稽查报告了，发现这个全世界上容易受风台侵袭的国家之一。自从2002年开始，5450亿比索的防洪经费，差不多代表2837亿，其中几多10项工程品质拗过，资料无健全、无起好，甚至无看影。Lumalabas na lahat namang ebidensya, pero bakit? Ang tanong namin, bakit wala pa rin? Imbes na para na lang sa mahihirap yung pondo ng pamahalaan, napupunta pa sa mga政府工程师、公共工程的官员，也有工程公司的高层，伫参议院甲独立调查委员会听证内面宣誓作证。讲有一寡国会议员，也有公共工程及公路部的官员，受承包商的回扣，协助因摕到高额的工程合约，并且盗骗追究责任。大部分被指控的人拢否认相关指控。菲律宾才拄经历过2粒大风台的侵袭，全国有超过250人死亡。民众的怨气愈来愈悬，总统小马可仕讲，会伫咧圣诞节进前对涉案的人采取行动。调查委员会锁定的人内面，包括甲总统关系正密切的政治人物。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继续咱来看有关关税的消息，美国决定将税收的关税为39%降到15%。有媒体讲，这其中的关键除了税收要投资美国2000亿的美金，而且放量对美国肉品的关税。进前税收有一寡企业的偷人送金仔、送手表给川普，这有可能冇发挥作用。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时刊顶标题是“金条外交和税收甲川普达成贸易协议”的报道，讲税收为着配合川普，在月初动员劳力士公司执行长杜福尔、精品业者立丰集团董事长鲁伯特。贵金小家金融集团 MKS 负责人夏卡契姐，佮那位精品甲金融投资业的大头家，到北京拜会川普，向川普提起45加47两个数字，代表伊总统任期的金条，也佮一组价值几那万块的美金，收藏顶级的劳力士资金。这税收的贵客回国了无偌久。目睭进来，记者就伫咧川普北京的办公室桌顶看到一款劳力士的资金，有时就问北京的官员，官员讲无唔对，迄就是税收送的礼物。That was a very serious threat. On the prosperity of Geneva and Switzerland. So today is a day not of celebration, but of humble and modest relief and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标题是黄金魅力公示了后，美国同意甲对瑞士关税降到15%的报道，讲瑞士这个商业领袖敢若发挥上界重要作用。另外有一寡人早就进入川普权力框框内底，像是杜福尔。川普高阶出现伫美国网球公开赛决赛，就坐伫这罗列斯这屏顶的贵宾包厢内底。伊当时也问杜福尔，若是无对瑞士扣这个高关税，伊是毋是爱参加这项活动嘞？两国特成的新贸易架构协议，美国对瑞士产品扣的进口税对原本的39%大降到15%。瑞士是讲未来3年对美国直接投资2000亿美金，其中1/3的投资金额明年底就到位。另外，瑞士也同意取消一定配额内底对美国牛肉、加禽这进口肉片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讲，协议破除长期存在的贸易障碍，为美国带来几若千个新的工作机会。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美国伫咧加勒比海出动军舰，派万外的兵力，甚至进行联合军事演练，讲是要掠走私毒品。不过，委瑞瑞拉的总统批评讲，美国安尼做根本是咧甲因恐吓，嘛威胁区域的和平稳定。美国以打击毒品恐怖分子为名，伫加勒比海、东太平洋海峡进行的南方之矛军事任务，伫有5000名兵力的福州号航母打击群就定位了后，总计击击10多架军舰、1架攻击潜水艇、10架 F-35战斗机，甲15000名兵力。伫甲高层国安顾问电子秘籍讨论了后，川普则是伫空军1号，互记者问到要安怎处理委内瑞拉，伊讲已经大概有注意啊。I sort of have made up my mind. I mean, I can't tell you what it would be, but I sort of made up my mind. 美军当日公布一段对运渡船所进行的致命性攻击的影片，类似海上突袭行动至少已经有20场，造成至少76人死亡。16起6日，佫会甲千里达参托巴哥共和国展开新一轮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总统马杜罗15日伫米兰达举行的大型反美集会，讲美军的行动是咧威胁区域的和平和稳定，是为着要夺取石油、天然气资源，想要政权换人的借口。Para decirle fuera de aquí, barcos imperialistas, fuera de aquí, amenazas militares. Venezuela se respeta. 委内瑞拉顶日动员20万陆海空3军官兵一直进行操演，展现捍卫国土的决心。另外一方面，美军这场加勒比海行动的合法性，伫国际社会也是有争议。英国哥伦比亚就连续宣布暂停，也是终止甲美国伫这个地区的情报合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在非洲中部的更高民主共和国，一个矿场昨昏发生桥崩起的事故，造成至少32个非法的探矿工不幸死亡。目前搜救的行动要持续伫咧进行。来看日本鹿儿岛的樱岛火山，昨昏大喷发3界，这烟有呛到4400公尺悬，而且当地机场嘛已经取消40个飞行机抓，目前是暂时禁止爬山，嘛提醒在地人都要做避难准备。在意大利中部一间咧卖披萨的，这个头家顶一日抛一段影片，卖台湾的游客16个人，干那点5份披萨，是引起众人的议论。那当地市长嘛亲身出面，强调讲这个头家犯真严重的错误，也邀请相关国家外交代表来批评甲赔礼。镜头转来咱国内，为了加强儿童照护，总统赖清德宣布成立儿童甲家庭署。也若针对明年新政可能会出现急诊塞车的问题，到时春节连假的时阵会增加奖励给付予医事人员。总统赖清德参加台大病院办的健康台湾亲近论坛，一入场就甲医界大佬一个握手致意。赖清德讲，政府为着要守护全民的健康，今年健保总额9286亿，比去年增加531亿，成长幅度是2年来上悬。另外，为了要回应医界几多年来的要求，也宣布成立儿童家庭署，向中华民国儿童健康联盟营务理事长吕鸿基致敬。在心理健康部分，政府补助约1亿3000万元，推动部建儿童青少年精神医疗团队及心智病房计划。未来卫福部将成立儿童及家庭署，
就有一个儿童的专责单位来照顾儿童。为了要帮助儿童医疗照护的量能，明年开始，健保署创立249亿健保总额，照顾0到6岁囡仔。赖清德讲，健保自去年到今年总共帮助8.57亿，调整儿童或者是小儿科专科医生的健保支付，并且用老龄奖励机制，鼓励医生继续伫小儿科。也若讲到过了过年期间的年假，可能也会发生急诊人伤多问题。医院的住院诊查费、护理费以及调剂费，春节期间9天，我们都给他加成100%。急诊服务同样适用。那门诊的部分呢，将依开诊时段来分类。营营少子化，也个要照顾儿童的福利，将会成立专职单位。卫生部长石壮良也希望借这边的机会，当教育部甲公共卫生业务，拢会当有专门的单位。这摆规划是予国民健康署推展公共卫生，按算伫年底进前会向立法院提组织法修法草案，希望伫明年立法院第1会期会当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玉山、雪霸甲德鲁固国家公园，有真侪人拢会去遐爬山甲行踏。即马要入去，大部分拢是免钱的。不过为着保护环境甲改善设施，未来可能都要收钱啊。也那这收费的方式甲相关的措施是要来讨论。一大片的山林、清新的空气、台湾高山的风景，吸引国内外登山客去挑战。其中，玉山、雪霸甲太鲁阁3大高山型国家公园，辖区内都有76座山、10几条行山路的路线，即马传出官方严禁收费。就有人是用这种生态保育费的概念在倡议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内部也有在讨论啦，讨论这个事情。但是这个都还没有很具体的这个方案拿出来。目前爬山登山费用，入园前是免费申请，山屋是只有拜份3种，甲今年4月试行份的关谷山屋爱收费，其他定调是必然山屋省级无收费。也毋过今年8月，监察院发布的台湾国家公园经营管理调查，是建议国家公园推动生态回归费，用伫环境保护甲设施改善。使用者付费，要维修嘛，要救援嘛。所以一些设施场所都需要费用。我觉得喜欢山的人不会因为一点费用而影响到他对山的喜爱，真的。比对其他国家公园，针对特定景点甲设施收费，像高兰皮公园、阳明树屋甲水鹿古道3大高山型国家公园，是因为辖区内登山口真济，路线复杂，真歹查路收费。目前可能方向是咧申请入园证的时，当提出也毋过还未定论。其实应该要做出一个差异化，就是说，它针对这种观光的行为，就朝向高山观光的这种商业化的行为，其实它应该要收比较重。各界对入园费目前看法无同，专家分析，收费了后运用才是重点。那收费了后，无做设施相关改善，民众更较可能产生不满。后续安怎收费、收费标准甲运用，拢需要更较严格讨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有几个移工团体邀请专家学者做伙举行研讨会，批评台湾的移工聘用的政策对因是真无公平，嘛互中人有空通通两。那劳动部是回应讲，会改善申诉的机制，提升移工劳动的条件。所以，移工团体进前到劳动部外口抗议，要求政府废除中介政策，才发动予移工，以免搁再互绑架。为了延续这议题，移工团体16邀请专家学者举行研讨会，强调移工伫转换身份的过程，决定权是伫头家手的。若是要留来继续工作，不得不甲头家甲中介签下这个不合理的契约。Maka dari itu SBT berharap atau merekomendasi yang pertama yaitu rubah tata kelola perekrutan langsung bukan diberikan kepada perusahaan basis atau bisnis agensi. Kami berharap kedepannya tidak ditangani lagi sama agensi tapi langsung ke direct hiring. Jadi memangkas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分析，台湾已经引进移工30多年啊，也毋过相关的法令对移工是真无公平，像是以定期的契约限制移工做工会，要中介有机会能够再来收这个介绍费。用了你们12年、14年的台湾的雇主，他要负责你的养老吗？
你们退休以后有没有负担？其实是完全没有的。我们要去延长，或者是我们要去取消这个工作年限，移工的身份，它是不是能够在台湾就能够有一个提升跟转换？对此，劳动部强调，政府推动移工留才救用方案以来，已经57000名移工转任中介技术能力。移工若是做到不法，会使提出申诉。不过，移工团体强调，会伫12月初举办移工大游行，希望促成真正这个制度改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南气候风台霜冻甲真热烈，所以一年一届的昆新王平安炎祭，今年决定要扩大举办，互民众消灾解厄。除了领平安炎以外，另外嘛有办桌用在地食材要来推广台南的好料理。民众透排队排甲热热长，都是等要摕这平安盐茶啊，内底会当家己装盐。这是一年一度昆新王平安盐茶15正庆请盐制盐技术，提供予民众消灾解厄。今年连续的风台霜害甲真热烈，美方这回特别扩大举办，用信用文化参艺术做结合，兼提供50万奖金博杯比赛，向各地游客来这斗老街。因为我们今天很早就来排队排这个平安眼，因为它有那个辟邪祈福的作用啦。然后我们也帮我们日照中心的长辈祈求一些平安眼回去保平安。丹那苏的风台造成咱台湾尤其是台南家己这部分损失非常的严重，各互天地知影希望讲咱天地咱保庇讲咱台湾未来的经济会较好百姓的事事无灾。大家当平平安安。除了平安炎祭，请法师加持祈福，庙埕嘛是闹个滚滚。北门区公所中昼时间办千人祈福平安宴，每一出菜拢是用在地食材落去料理，有影真澎湃。平安宴背后的意义，主要是祈福感谢风灾后，各界帮助台南复中健康顺利完成。那全国市沙白鱼，台南占42%，今年农渔业嘛真严重。这回农会局嘛邀请在地农特产来摆档，希望嘛借由平安推广本地优质农渔产品。三成的部分咱这的渔民受了影响，平安的方式来推广咱虱目鱼季。当咱施风灾了，这个受灾还是要会当恢复咱对沙白鱼的喜爱。感谢全国的民众，那另外也透过这个天人宴来行销我们大北门区的农特产品。平安炎祭到达22档，今年伫假期2天举办，分家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结合王爷信仰参盐业文化，因希望通会使成功推广影响旅游，带动地方产业发展。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红丽做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姜仔虎，主要拢是出现伫咧中央山脉。不过，顶个月检测的团队伫咧大东地上有记录到2只姜仔虎出现，这显示因活动的范围可能伫咧扩大，族群有咧增加。林保署嘛讲，因会继续来检测。检测产地身躯多样性的团队，顶个月伫地上乡海华山北山脚的富兴社区调查，红外线摄影机记录到2只姜仔虎伫水沟附近走来走去。黄喉貂的分布大部分都是以中央山脉为主，那台东的黄喉貂出现在海岸山脉的记录确实是相对没有听过。姜仔虎主要是分布伫中央山脉海拔300至3900公尺高的森林，伫南华高路附近便互发现，因为因的模样古水果活泼，有山林精灵之称。也毋过，捌发现因偷食登山客歹影的食物，也有一定的危险。也毋过，即马姜仔虎换过华东唱国，出现伫东海华山脉山区，生态检测团体怀疑，敢是中央山脉的生态地发生变化。也毋过，专家讲，姜仔虎的族群数量稳定成长，可能是影响外扩大活动范围，而且政府推动生态农道，也有可能为中央山脉迁徙到海华山脉。它可以做长距离的移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便是说，从中央山脉透过一些廊道，只要不是那种超密集的，都是市镇，它都是有可能可以逐渐的、慢慢的扩展。从普警讲，目前海华山脉农业只是懒散的发现，也毋过未来有可能会建立稳定族群。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会继续监测，也毋过也要呼吁海华山脉民众爱将厝内的粪扫喷修好，避免引来姜仔虎到厝内造成甲人的冲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体育的消息，咱要来看东京听障奥运定向越野第2天的比赛，咱台湾的代表队伫咧底图接力的项目摕到第4名，这嘛创下咱台湾队这个项目成绩上好的纪录。
穿粉红色比赛衫的是参加过2届听学的吴淑颖，随着安吉下落来，伊一个啊冲出起跑线，顺利完成第1棒，占据第4。第2棒是由头一摆参加听学的杨天碧接力，伊赶紧了第9棒的时，目球升到第2名。第3棒曾永迪也维持袂歹的节奏，稳居第3。甲后壁距离球开，头一面奖牌看起来真有希望。也无伫定向越野除了要求速度，力度判托也真重要。最后，台湾队互匈牙利队超前，将机尾摕到第4名。教练也因为错失奖牌机会，煞激动流目屎。我们的表现其实都有发挥到大家准备的最多的部分，这样子。那教练有点小激动，想要哭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在准备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认真。那我们也是冲着第3名来的。换我接棒的时候，我们是第2个接棒，我追到第2名就是我前面就是想办法，就是前面几个点都跟着我那时候3、4名前面的选手跑。刷落来，吴淑颖甲杨天碧会当讲无伤济休困时间，随到哩超级短距离接力，一名女性甲一名男性搭配，每一人走一连了后9棒，拢总6连。吴淑颖头一连走出第2名好成绩，也毋过2个人后段因为体力降，互渐渐球开，佫一摆摕到第4名。靠近短距离的接力的概念就是很在跑长距离间接的概念，所以我跟天比就是跑到后面已经爆掉了，所以后面就是已经追不到前面欧洲选手的速度。吴淑颖表示，过去只参加过听学个人赛，这摆参加团队项目。伊表示，虽然真险，也不过会当互相支援、互相鼓励，感觉真赞。台湾定向越野代表队刷落来，下去伊到大岛继续挑战中距离甲长距离比赛，期待会当有好成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昏的比赛除了定向越野以外，羽毛球、网球甲篮球嘛小连续起鼓。羽毛球的项目，咱有7个选手摕到头1个胜利。也若网球甲篮球，咱的代表队表现啥款？做伙来看卖。台湾网球选手王俊伟这场比赛面对印度的选手积极进攻，别甲对手是被动防守。比赛后段对手开始拖时间。王俊伟的情绪有小可互伊影响到，不过伊正紧就调整好势，连续摕2盘赢对手。虽然已经是第4遍参加听学，不过伊讲拄开始也是紧张。看到这么多人，还是有点小紧张啦。但是后面有放得比较开一点，所以就还 OK， 慢慢就调试一下。伊若第1遍参加听学的桂在玩家左孝武，伫第1轮就被淘汰。左孝武对手是中国选手，一开始拍了袂歹，先摕到第1盘，不过尾就拍甲无啥顺，连续输2盘，无法度晋级。第2盘的那个尾端之后，感觉有点逆风，有点不顺，就是打起来有点卡卡的感觉。然后就想说第3盘看能不能拿回来，可惜就是差了一点点。过来看篮球，男子甲女子篮球预赛，咱第1节拢对波兰。男子队对汉造正好的波兰拍起来正吃力，一开场甚至被拍出21-0的攻势。尾是靠一粒3分球才总算提分，不过实力甲对方有差，上尾38比112输。女子队进攻也一直拢无发挥，失误过多，上尾24比68输给波兰。所来第17，除了羽球甲网球以外，台湾代表团的电竞、保龄球也有射击项目也开始比赛，希望台湾的选手伫所落来比赛会当有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咱要来看日本动物的保育是做了袂歹。即马野生的熊数量已经增加到7万只左右，是全球上济。不过，这熊甲人攻击造成伤亡的事件嘛愈来愈严重。
有超过70个民众认为讲，当局应该赶紧来解决鱼数量伤济、伤害民众的问题。秋田县68岁做糕点的师傅错误归师。2023年10月19，要去车库洗车出门，无想到讲铁门一架起来，竟然有一只正大只的乌鱼甲伊相像。错误看到了，惊一条滑头就走，不过无偌久就互鱼入着。もう倒されてこんな感じで倒されて横になってそれでここに顔に来るからもうこうやって防いでこうやって。乌鱼甲伊压伫咧涂骹一直夹，头壳背强要互乌鱼规个拢掠起来，鱼竿互伊夹断去，手规身躯拢全伤，鱼竿下骹到颔骨仔即个空喙，差一粒仔就夹到颔骨仔的大血管。伊讲即马特别伫咧抠喙手时阵也是会痛。捕まえてやろうと思ってますから、捕まえて取って、まあハンターじゃないんでね、残念ながらハンターだったらもう撃ってね、食ってやろうと思って、食べたい。リベンジしたい、リベンジやられた分お返ししますよ。本来应该踮伫咧山顶的野禽，即马定定走来山骹人类生活的所在。2年前恐怖的情形，今年搁发生，而且危害搁较大。4月到今，全国有228人互鱼攻击，13个人死亡，情形正严重。登录内容随时拢换新的，93数量已经超过9万遍。鱼出现的网络地图，北平自北海道开始，一直到南边的三口县，拢有人拄着鱼，超过一半拢是伫民众生活的所在。即马是看饭仔树的季节。北川下江村、行到南山、高尾山、奥多摩这个观光地点，拢有鱼出现。一つは23年多かったですよね。でその時に多かったその時にたくさん多かったクマはやっぱり子供を産むんですよね。そういった子グマが今ちょうど育ってきて小町に降りてきてると。でその時に山の中にはものすごくクマが増えてるけどやっぱり強いクマが山の中で増えるんでね。そうしたらちょっと弱いクマはこう追い出されるわけですよね。そしたら食べ物を探してこう里に降りてきたらちょうどこう境目のところに柿の木とか栗の木もいっぱいある、農作物もいっぱいあるということをもう覚えてしまったクマがまた降りてきて、でそこでいっぱいおいしいししっかり食べて、ところが人間が全然あんまり怖くないと反撃してこないというのが分かるんで、ますますこうやってき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よね。自1990年代开始的保育政策保护野生的鱼。环境省最近的资料，总鱼的数量成长1倍，12000只；亚洲乌鱼42000只。不过民间认为数量唔能安尼是，相关是8万甚至10万只拢有。今年因为温度悬、食物少，冬眠的期间缩短，而且即马农村的人口愈来愈少，山林甲自地区的界线愈来愈无清楚。人市也个本数甲因城，巴肚枵的鱼就会走来。日本政府自去年开始，将鱼列做需要控制数量的动物名单，也过有经验，一旦合法执行入围的人，将80年代比是减要到一半，而且真侪拢已经是60几岁啊。为了要增加这方面的无够，注意对警察厅也开始提供必要的协助。2023年到2024年，抬9000只鱼，今年4月到9月就已经抬4200只。鱼出现假死人，即马大家拢真惊。不过，敢真正敢若有杀鱼的方法，人甲鱼敢无法度和平共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有关生态环境的消息，亚马逊雨林这树啊，会甲蒸发的水汽送入去内陆的，这对平衡南美洲的气候是真要紧。不过，即马人类因为大量错查，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加上气候变迁，送入去陆地水汽变少，地区可旱的情形愈来愈严重，造成秘鲁农业甲生态危机。秘鲁山区规拢是坟墓，山骹的农民正伫咧种作，不过当地农业即马因为灰河的水汽流减弱，拄着危机。灰河是形成并且维持亚马逊雨林生态重要元素。灰河是自大西洋向西边横跨亚马逊雨林。由树啊蒸发所形成的水气流，一旦把河水带去西边的内陆，一个安第斯山区，是维护亚马逊落雨甲呼吸水循环的重要机制。不过，伫亚马逊森林一直错查，维护的水气流减弱，无法度把湿气送去西部地区，造成扩化严重，增加野火风险。其中上西边的秘鲁受害上严重。Certain areas of the Amazon are more reliant on this
forest recycling system to bring the moisture all the way from the Atlantic. And so what we found is the Southwest Amazon, southern Peru, northern Bolivia are most dependent on not only the flying rivers, but the forests pumping water so that it recycles from east to west. 科学家讲，亚马逊的生态系统拢是靠这个水气流。上新的分析也警告，大量而且一直继续的伫森林内面搜查，正扰乱这条水气流循环。若是树仔愈来愈少，亚马逊西南部的扩化会愈来愈恶化。本来河水真侪污染，可能会变作比较大数的草原地形。These wet season rivers go across the forested northern Amazonian corridor, most intact part of the basin. But in the dry season, they come across southern Brazil before they hit southeastern Peru and northern Bolivia. And that is known as the arc of deforestation. And so there's a ton of forest that has been lost there. And so we actually found that those rivers that come across the southern piece are carrying less water, so there will be less water overall. 恢复效应减弱，和过去2年亚马逊拄到史上上可怕的时期，造成农作物欠收、季节天气暖气、掠鱼拍垃圾真困难，靠水力发电的城市电无够用。That's not just about agriculture, it's about every part of their life. It's when you fish for certain species, when other species you hunt are reproducing, culturally important moments. So those ecological calendars are already quite out of whack. 几多年来，科学家一直伫咧警告，亚马逊可能正行向草原化的临界点。若是人减少造树仔，进行森林保育，并且支持原住民族土地权的完整性，会当帮助恢复恢复效应，保护亚马逊的生态平衡。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一句以前，伫咧农业发展进程，人类就会去山顶买野菜来食。即马美国买野生的菜甲果子来食是真时行，甚至有专门的餐厅咧卖野菜做的料理。不过嘛要特别提醒，民众若要去买来食，就要看好斟酌，确定这是会食哩，较袂去食到有毒的。满黄色的花放入纸袋内底，对马里特来讲，这个小金星，无论是路边常常看到的野花，也是好食的物件。马里特是美国麻州欧拉巴餐酒馆的头家，也是采集概念的推广者。伊用丰富的自然知识，伫野外买野果甲野菜，各融入菜色内底。餐厅的名欧拉巴就是一种野果的名。Into it now, I see a trend in foraging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finding wild ingredients for home use and in restaurants, and not just for food, but also for medicinal purposes. 伊表示，采集是上古老的找物件食方式之一。伫无农业的时代，人类祖先都是伫野外搬野草来食。这几年，真侪人因为追求在地食材，或者是仰望亲近自然，就开始到野外买物件食。去餐厅的人客表示，这样的野生食材通常无被当作食物，啊，毋过煞有尚未够的特别滋味。So the taste of the foraging foods was quite unique, just for the simple fact that there's an earthiness and a body to all of it, especially the mushrooms that came out with that nice lemon zest. 有专家认为，这种方式毋但是为了好食，更为即卖环境内底找回甲大自然连接。The reason why I think it's still important today is for a couple of reasons. One is it really helps people connect with where they're living, with the land around them, and helps them connect with their environment and feel that they are part of the living world, and we are so deprived of connection with nature these days. It's 专家提醒，买物件时阵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啊，若无可能因为误食中毒。伫开始买以前，成分专家或者是查相关的图鉴，伫完全确定野生食物无毒以前，唔通放入去嘴内。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来看丹麦有一间米其林3粒星的餐厅，因为进前受到疫情的影响。虽然讲是真出名，不过生理也是规个土土，是了一个真食力。最近因变转型，正做实验厨房，然后推出新的菜色，嘛开放予民众来参观。
位于南美首都哥本哈根的米其林3星餐厅罗马，以在地当季的食材结合古早的煮食技术，包括发钢线加火风吹火打等做法，展现食物上原始单纯的风味。佮将传统的家常菜提升做国际级的精致料理。另外，罗马也捌5摆得到世界50大最佳餐厅冠军。也毋过伫疫情期间，罗马伫生意真受影响，因为了钱严重，只会当暂时关起来。佮伫2024年底结束常态性的餐厅服务，为2025年开始转型做实验厨房，专心研发新菜加开发新产品，佮透过网络平台来卖，也会以时间限定餐厅的形式，伫全球各地举办活动。Here we have our sep oil. So sep is a mushroom. This is really nice as a finishing oil, or like if you're making a mayo, stuff like that. Dressings, it's super nice for that. 泡咖啡请人客啉，由罗马推动的新北欧料理，发现超过1000种毋捌用伫高级餐厅的食材，包括高遐甲有陆上选物之称的内涵家庭食物第一，佮将这款的理念带予全球各地的总铺。所以，罗马为哥本哈根的区域性料理变作全球美食朝圣地。罗马无搁行伫悬悬的路线，即马人客只要动一个手指头啊，伫网络点一个，毋免出门也会当食到伊真好食的料理。It is important that we are opening up to more than just 70 guests in our restaurant. I think it's important, especially with a lot of those novel ingredients like mushroom garum, Nordic soy sauce, and some of the other misos, for example, we're doing. I think you need to start introducing it to more people in order, of course, for us also to grow as a company. In a way, they're expanding the people that can come because it's not as exclusive anymore, right? Before, you need to sit out with 3 laptops and your phone and 2 iPads and hope to get one of the seats. Now you can just quick bus ride or bike ride and walk in, have a coffee, explore the products, and get to know it a little bit more. 打算转型做食品研究实验室了后，罗马讲，因对食物讲究的做法也未改变。We are making a rose vinegar. That rose vinegar contains 25% to weight of rose petals when we infuse it. And each rose has 5 petals. And we are out in the summer with 6 to 10 people and picking roses for hours and hours and hours. And then we infuse it. It is justified that innovation, creativity also requires sometimes time. Some of the sauces need to be fermented for over 6 months. So that is just the way it is, unfortunately. 原本伫罗马食一顿，一个人可能就要440块美金，大约是台票13600块。也毋过即马任何人拢会当行入罗马看卖啊。也毋过因为罗马是有名，也有学生讲，可能爱等因搁较有钱的时，才有勇气行入去试。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0度至26度。天气反寒，提醒乡亲都要穿好少。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